掠耶稣做阮一生中的模范，阮要高举你的名，荣光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会本主日上午第2场礼拜颁发2023年第一学期的信仰培育奖励金，受得到名单，请看第9页。第二小点，本会2024年上顶半年度装备课程，要伫4月5号、4月8号，就是拜五甲礼拜后摆来举办。欢迎兄弟伫3月20号拜3进前，使用 QR code 来报名参加。第三点，有定2024年每日研经事业兄弟，请到办公室来领取。第四点，下主日3月24号是总会所定的男神奉献主日，要差派李信林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敬请兄弟以万心来为升学教育奉献甲代祷。第五，2024年本会受兰州甲国外节纪念庆祝活动如下：第一点，3月24号主日下晡3点，高北区樟树主日联合圣餐礼拜，地点伫敬拜中心。为了统计参加的人数，伫本主日进前，伫2楼，就是咱迄个主堂后壁迄个柜台吼，来签名报名吼。啊，第二小点，3月25至26号是拜到拜二，暗时8点，受兰州的祈祷会，地点是副堂。第三，3月27号到28号，就是拜3甲拜4，暗上是7点半是马文牧师的定会，地点是主堂。第四小点，3月29号拜5，暗时8点是受兰日特别礼拜，地点是主堂。第五小点，3月31号主日早时6点，无惊教会联合朝阳礼拜，地点是伫敬拜中心。为着要统计人数，咱伫3月24号主日进前，嘛是伫迄个柜台吼，咱主堂后壁的柜台来登记。第六小点，3月31号主日上午10点，庆祝国外节各地下室工程完成的感恩礼拜，地点是伫主堂。为着要统计人数，请伫3月4号主日进前，伫柜台来签名。第七小点，4月7号主日上午9点到下晡5点，有关会活动，主题是主老会救我关会救人，地点是教会1楼的广场，请关会的人早身份证来关会的人会当得到一个袂歹礼物。第六点，本会定伫4月14号主日举办2024年的野外礼拜，地点是伫小垦丁度假村，屏东海参馆，费用是大人是1450块，少年甲囡仔是1350块。啊，有一寡条件吼，咱后壁看吼。第二，具体消息，合作社助学贷款专利率是0%，为打开始到协会每学期的贷款到额度
满为止哦。请有咧读咱本国的设立的学校吼的社员会当来申请。第三，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而且咱也有报名伫中华教育部今年的读经运动，就是要抄这个路加福音。咱有第2梯次报名吼，已经会当去办公室来领这个稿纸啊，甲恁提醒。第二，今年32届有阿西亚的方案盛会，7月22到29，主题灵性甲复兴。若有要参加的兄弟吼，一定要留意吼，到后礼拜进前一定要办公室报名，因为你还阁有呼召的影印本，就是你的这个有效日期吼，伊会看吼。若无爱阁定申请，阁定金8000块，咱要参加会当甲办公室报名。咱今日报的消息中间，牧师可能爱阁甲大家做一点提醒，就是咱无论是漳州处理下晡的联合圣餐礼拜，还是咱3月30日过活节的朝阳礼拜，还是咱过活节，因为咱有地下室工程完成的感恩礼拜，因为拢需要备办无论是礼品、便当、供面，拢爱登记人数，吼无。咱若准备500个便当，来400个，迄100个就真费气吼。所以这请咱会当理解吼，请咱爱伫咱的柜台去签名吼。你要来，俺会当甲你备办，无到时咱就会出力吼。这真正甲大家拜托。咱伫今年的受难周有逐暗拢有祈祷的，特别伫拜3、拜4暗，咱有。邀请新加坡一个真出名的这个马文牧师，伊有先知语言的文书，我若捌伫咱中间服侍过，要来服侍大家，请大家会当踊跃参加。所以咱是期待讲，大家拢会当踊跃参加，所以伫咱的主堂来进行，甲大家补充以上。所来，咱来掀开圣经提摩太后书第2章15节。甲20节到21节，圣经的话，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15节，甲20节到21节。恁来看，我来强读15节。你着注意，互上帝看你最可处的。最免见笑的，最工人，照正义来开拓真理的道，着闪避粗俗的腐俗。20节到21节，第20节，担伫大厝内，伊的器具毋但有金的、银的，也有茶的、土的。有的做贵气的路用，有的做下贱的路用。21节，所以人若清气家己，脱离遐个，就要做贵气的器具，正性合伫主人的路用，便通做逐项的好的事。以上，下落，咱请妇女圣歌队。
感谢妇女圣歌队用水的歌声来呵乐上帝。讲到题目是培育学弟注用的工人，咱请大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那咱的妇女圣歌队员的教咱爱行正路的主，咱恳求伊，互咱会当行伊的路。咱这个主日是特别要颁发信仰培育的奖励金，互咱这细囝。咱讲是，咱教示咱的细囝行应该行的路，伊就是到老嘛袂偏离。感谢主，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的起源是对苏格兰的自由教会。这个苏格兰的自由教会，为苏格兰到加拿大，所以咱无论是为苏格兰来、加拿大来，其实拢是伫即个背景。即个背景就是咱较亲像迄个台湾新学院的院长，伊咧讲到即个神学教育，伊讲的内容就是咧讲咱即款的背景、即款的精神。伊讲伊咧重视即个神学教育，有一个三角形，就是敬虔加知识加宣教，迄个中心就是福音。即个敬虔就是咱的心甲咱的灵，所以我的心敬虔，我的心我的灵爱敬虔。佮上帝互咱有理性，咱会当有真好的领受即个世间的迄个财帛知识。毋过真要紧的，咱毋是讲干捌足济，咱嘛是爱会当真正有采取行动。咱的行动就是爱去传福音、去宣教，爱受车遣出去。这就是伫即个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起头，咱所领受即个教会的背景、信仰就是安尼。当敬虔、甲知识、甲宣教会当并行去发展的时阵，咱就是要完成上帝交托咱的大使命。伫即个过程中间，就是爱实践咱的大改变，就是咱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听上帝，搁得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当咱会当有即款的听，自然咱会当有迄个水的见证，咱会当互即个福音来传开看。所以伫即个神学教育神学院甲咱的教会甲即个世界，这嘛是一个三角。今日咱所培养的工人，就是要来服务教会，教会就是要来祝福即个世界，互即个世界会当成做上帝的国。所以，咱看见即个神学教育，伊要服务即个教会甲世界。嘛咧翻译讲，咱今日的教会，咱嘛是爱共款，爱培养敬虔的工人，互咱会当即个世界做见证，互咱会当影响即个世界，互即个世界成做上帝的国，互即个福音会当传遍天下。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今日咧颁发奖学金，互咱的细囝咱对于应该是即几冬开始，咱已经改变咱过去对细囝的奖励。以前咱就是讲伊出色好，伊有偌济标准，伊的成绩，咱就是照伊的成绩甲表扬。即马咱毋是安尼，除了成绩以外，出色以外，咱的细囝伊的迄个伫参加的中间，迄个主领的人所讲的上帝话信息，伊就爱去做重点的记录，信息的笔记。嘛是操练，嘛是互伊会当注意听。即马拢囡仔拢无啥咧注重写，其实即种嘛是真要紧的培养。过来，伊会当去厝诶，爱有熟练的即个日记，
圣经不一定爱读册，但是有读，伊有一个祈祷，对囡仔有一种的培养，这是一个习惯。啊，搁伊爱参与服侍，做有迄个撒母耳的即个服侍奖，所以咱即个学生，伊上悬伊食期，伊若拢有达到基本的标准，伊会当有5200块的信用培育的奖励金。啊，若国小的，伊会当到2300块的信用培育的奖励金。啊，感谢主，这就是对咱教会即个生日乐献。兄弟姊妹生日我相信教会咱的奖学金小组其实咱有准备一个100块的礼券甲你祝贺大家甲你祝贺生日祝你。但是咱教会事实嘛鼓励讲，兄弟你伫生日的时，你来当有感恩，你一回迄个感恩的方面10块你会当安尼做，虽然是小小毋过迄个祝福足大。这奖学金就会当祝福伫咱的这下一代。咱的教会真注重咱的下一代，咱真注重咱的下一代。咱即马这个地下室的工程，其实咱搁定期去做，即马去做了较水，设备拢加较好，搁嘛有互囡仔会当耍的所在，会当读册的所在。目的嘛是拢为着要培育下一代，因为我相信下一代若兴起，咱的教会就会当得到真大的祝福。感谢主，望咱就是会当来培养下伫主用的即个那今日的圣经讲的，讲做迄个免见效的做工人。咱每一个人拢是受警调要来做主的工，咱就爱做免见效的主的工人。所以头一个，咱就要为主来培养下伫主用的工人。咱的头一点，保罗讲咱爱做这个圣经，保罗甲咱讲讲咱就要递互上帝看你做可处的，做免见效的做工人，最可处的，免见效的做工人。这是保罗当然咧提醒这个少年的提摩太，伊就要真正做一个主所欢喜的工人，伊就要照正义来分解上帝道，就是来传达上帝话。你要照正义来传达上帝道，就是你一定爱真捌圣经，爱对圣经留念。所以为细汉就是爱培养，细汉就是爱培养。虽然伊若无记、无读、无背，到大汉，咱讲困难都足大。兄弟姊妹，咱细囝若细汉的时阵你用一点仔工比你以后费尽功夫搁较有路用。所以第二部分我讲，这个保罗讲，就是讲咱咱一个大厝内有迄个金的、银的器具，有迄个茶的，有土的，所以就有分辨嘛。所以为了做贵贱的路用，为了做下贱的路用，但是伊讲，咱会当清气家己，咱会当脱离这个歹咱脱离这个卑贱，咱就会做迄个贵重的器具，咱的正性会下伫主人的路用，下伫主人的路用。不管你是金是银，你是茶是土，但是你若会当成做一个主下用的器具，这真要紧。感谢主，互咱的教会更较看重咱的下一代，互因拢会当成做真正下伫主用的这个器具。保罗伊就是爱安尼劝勉咱。咱也会当做伫主下用的器具，毋则会当做主爱咱来做的逐项的好事。
咱所要做的代志，拢爱有人去做，就要有拄好的人去做，这个代志会做甲真好势。感谢主，昨咱高雄有办迄个城市的祈祷午餐会，大概咱有60只，就伫即个汉来，还有邀请市长、议长，甚至也有迄个咱行政院的即个主委即个民意代表有立委、议员。昨市长伊的分享见证，实在互咱真感动。虽然毋是基督徒，总是伊真正谦卑伫上帝面前，知影上帝是咧带领咱的一切是咧伊承认伊是足有限的。当代志毋是讲我外敖，我会当安怎？大水来时我无半步，迄若无上帝怜悯，若无祈祷，无法度。咱高雄即个台积电来高雄。迄毋是讲我市长有啥物了不起，人要来就来，毋是，伊拢认为讲这是来出自上帝的恩典，所以将恩典归予上帝。大家足感动，伊也足关心伫弱势，咱咧黄色小兄弟边爱人佚佗，想讲，要设备迄佚佗的物件拢爱钱呢，是毋是爱收费用？但市长讲我足侪人来，爸爸妈妈带囡仔来，囡仔要耍，这爱钱，为的钱伤贵，这个爸爸妈妈讲，莫耍，迄足贵的，莫耍，囡仔会感觉足艰苦心的，有钱的人会当去耍，无钱的人无当耍，伊就想到讲，咱着爱鼓励大家，所以伊讲迄边咧耍的咱。互伊拢共款，每一项拢会当耍，囡仔拢会当，所以好说摆咧摆足济感谢主，昨会办甲足顺遂，有人讲即个咱高雄安尼足活动安尼去办者，当然我是大会总干事，因为我爱去推动这，我感谢主，迄就是因为咱的城市。大家拢有咧连结，咱教会会当同心，会当合一。其实咱有足侪人才，什么人要负责这样，什么人要负责迄样，有即款的才调的人，伊出来，大家欢喜去参与，欢喜去承担。这个代志看起来敢像真大，但是伊就是安尼成就嘛，伊就是真简单会当做成嘛。这咱要做这个好事，事实上若毋是。咱有真正上帝恩典，互咱的教会大家有同心，大家有合一，大家有愿力，有足侪人才，伊会当发挥伊的恩赐。所以这就是咱今日讲咱的教会。所以感谢主，咱今日要做下日主用的这个工人到底有啥物款的特质牧师甲咱分享几项咱若对使徒保罗的身躯顶，咱就通看见讲，保罗伊就是有真清楚的呼召，伊有即个梦调的意向。咱知影伫使徒行传，伊讲我无为假对天顶来的意向，表示伊就是伫大马色去拄着主跋落马骹，后来去互即个阿那尼亚甲伊还手目睭本来痴迷，佫紧起来。佮为着伊语言祈祷，伊要成做外邦的使徒。实际上，伊若无即款的经历，伊无即款的确信，伊毋知影讲我着按呢怎样来做主的工，做主下用的工人。其实这拢是非常要紧的。兄弟姊妹，我相信咱会当来信主，咱一定除了讲父母都信主，所以我信主。其他其实咱一定有一个经历，感谢主，像陈牧师伫来甲咱教会了2000年去到韩国，伫迄年中间倒转来真正是有去经历主，所以经历主了，咱的生命就有一个真大的迄个经历，咱就是有迄个清楚的上帝爱咱做的，所以。迄个改变就讲，倒转去到草地的时阵甚至去柑仔店的，过去咱都捌即个人，但迄人无信主，
咱会甲伊做见证，咱甲伊分享福音，啊，这就是因咱有即个经历。使徒保罗就是有即个经历主，所以伊的生命有一个足大的翻转。第二，伊也真清楚对上帝来的托付。伫即个加拉太书2章70到80吼，讲反倒当我看见主托中我传福音互遐个无受割礼人，那个像彼得传福音互遐个受割礼人。使徒彼得伫耶路撒冷传福音，对上犹太人，毋过保罗受调是要做外邦的使徒，所以咱每一个人受主拣调，主互咱无共款的即个运数，其实拢是要做伊的工。咱到底主爱咱去做工，就是咱一个爱对迄个工有负担。咱今日若请一个工人哦，一定有代志要做嘛。一定伊会当来担迄个代志啊，伊有下做迄个代志啊。保罗就是要遐个外邦传福音彼得就是要犹太人传福音。这是上帝拣选对因的托付。我相信上帝一定有交代咱做啥，未来在圣活地吟诗来服侍，有人教台来服侍，有人做什么款的接送咱的兄弟姊妹。我嘛会当做即个工，教会有足侪工通做，所以咱伫侍奉这边的餐会，咱有300-400个人拢咧做主的工，感谢主吼。所以咱应该拢有托付。第三，咱一定对要侍奉主有一个种强烈的即个心志吼。咱知保罗吼，伊差不多伫即个主后32年吼，伊其实吼，伊是前早就去拄着主，但伊拄着主了，毋是讲马上就做外邦的使徒，无。我毋是一个，我信主了，我一声就做传道，迄有一个过程，但是伊有一个侍奉的心志，所以咱看见因若一个受经历主了，伊就去传道，后来伊伫耶路撒冷，但是有拄着阻挡，后来去到阿拉伯山东，搁伫耶路撒冷人无接待，毋过伊伫大数伫足侪所在，伊嘛是咧传福音。到伫安提阿，伊到圣神差遣，真正做外邦的使徒，去外邦传福音，这就是这个保罗。所以一个真正有经历主拣调的人哦，伊不管得时不得时哦，伊就要做主的工。伊有机会就是要做主的工。无管我有即个职位，无即个职位，我就是会当做主的工。即种就是一个真正下地主的路用的即个工人的特质。上落尾一项就是，伊一定有圣神予伊的运数。上帝互咱人的运数无共款，买嘛有一步踢，一人结一样，无人三千箱，一定你拢。有一个你较出的，所以咱的运数大概圣神上帝互咱的运数有4项啦咱来看下面对圣神直接互咱领受即个运数，显出一款的快乐，这超自然的这无咱逐个人拢经历第二就是因人会当完全家己奉献，所以伊原来伊的在灵伊的地位中间，会甲圣神同工，会发挥诚大的运数。第三就是，大家保罗讲，借着使徒甲长老欢手，今日欢手，像咱为了市长祈祷，其实就是奉主的权柄，咱为伊祈祷，嘛是欢手为伊祈祷。为伊祈祷有权柄无？有，对上帝来，互咱有即个权柄，属灵的权柄，为伊祈祷，对伊祈祷，伊有领受有。所以有感受到，伊有感受到，所以伊会较无伊的意爱。咱教会咱无论是牧师要创立，就要通过这牧师团的欢手；咱的长老要设立，通过牧师的欢手。就是上帝互伊有即个权柄，互伊有即个权柄，伊会当做主的工。过来是因人内心有负担，伊就不断较无追求。
所以伊幸福，伊就当得到即个做工的运数。看起来逐种的工，其实拢是爱学习。咱要做交代，交代嘛是爱学习呢。交代就要有交代的迄个应该有的表现，互人感觉吼看到你就感觉足温暖的。你面顶迄个面就写两字讲欢迎，欢迎你来，欢迎你来。这就是咱每一人拢透过咱的服侍真正昨有邀请台南一个点心担的合唱团，这个合唱团伊咧唱歌，我家己咧感觉是讲，好，因受邀请来，感觉会当伫即款的所在来唱歌，来献这个诗歌唱这个马介博士讲台湾就是伊最后的徛家啦。好，迄歌，迄郑智霖医生做迄曲就足感动。因咧唱歌迄真正是对心底安尼，迄个感情唱出来，会感动人的心，会感动人的心，为心底唱出来。兄弟姊妹，咱若为心底来服侍主，主的确会欢喜你。别人也因为你的欢喜感动。张市长伊的致辞就是讲伊对心底讲的，毋是讲场面话对着迄个即个基督徒讲恁的话，人听拢听会出来，人听拢听会出来，人感受拢感受会到，因为你是对心讲出的。所以咱每一人上帝恩赐，咱就要到咱受调阮会当相配合阿波罗是做管乐的工作，保罗讲我在正的，我在正，无论是在正的是管乐的，其实报酬拢共款主拢欢喜，咱就尽咱的本分去做咱若欢喜做主的工当咱无口才，可能主嘛会赏赐你口才。我对有一个阮的长辈先辈学长，叫做陈忠杰牧师伊伫芝加哥。我去遐读册时我若有机会听伊讲道，我足爱听伊讲道。其实这陈忠杰牧师出世的时就是大姊大姊伊咧讲话就是毋是讲介迄，但是上帝竟然拣选即款人做牧师。做牧师了想袂到伊到尾伊咧讲道上介精彩。我足爱听伊讲道，事实上我足心酸伊啦。伊咧讲道理互人听其实40分钟咱10分钟。我有迄个感受因为伊真够，伊咧讲，互你听会入耳，大家都真爱听。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当拣选这个人，这个人会当领受上帝予伊即款的恩赐，伊变做会当诚做真好传讲上帝话的人。好，第三，咱要下伫注用的这个工人，咱要做一个圣洁的工人，就要诚做圣洁，甲下伫注用。所以咱就要尽力来追求圣洁的生活，免来追求圣洁的生活。头一项，咱就是要互迄个基督的思想话语充满伫咱。路德马丁安怎讲咧？伊讲，即个罪哪甲三话，罪哪甲喙鬚啦。咱即个所有的查甫人拢爱剃喙鬚。今日剃口清气毋过安怎明仔载搁发出来。所以表示即个罪除了咱倒转到主的所在罪无搁有即马咱还搁伫世间罪性还搁在人袂完全。所以咱人就是爱定定爱有上帝话来清起咱，有上帝话进入伫咱的内面，有基督的迄个心做咱的心，互咱会当拿来拿唱主。咱也互上帝话来养求咱，咱就爱常常祈祷。当咱咧祈祷时，咱甲像一个顺道者盼望我讲，咱无可能讲我咧祈祷的时，还搁咧怨恨对方，对不对？怨恨兄弟，你就改变你家己，咱就
无得互撒旦魔鬼做工咱会当保守咱的心思意念无即个世间的即个潮流，即个歪错的风，甲咱引诱甲咱影响。这就是咱爱追求圣洁，诚做圣洁。少年人了离开这个试探，这个游戏，爱会当迄个保罗讲爱对立伫迄个义、信、仁爱甲和平。第二，咱爱过圣神充满的生活。圣神已经来自伫咱内面，咱定着爱互主欢喜，因为圣神嘛是要用光罪耶稣，咱着爱立志互主欢喜，咱着将家己献做活祭。咱着常常我着爱承认咱的罪，因为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伊会赦免咱。咱若无罪无罪一身轻，无债一身轻。无罪嘛一身轻，罪是一个大头，罪是一个重担，罪是一个审判。咱应该着爱常常认咱家己的罪，上帝赦免咱。咱咧过顺服的生活，顺服咱就会牧师用迄个华语讲，顺服叫门服，顺服叫幸福，顺服叫舒服。你若顺服，你就爽快。你囡仔你安尼。伫遐五极，你伫遐八极，你会添头艰苦。咱着爱掠条主的应允，伫基督，人拢是是的。咱着掠条伊的应允一定袂落空。咱毋是干那凭感觉所以头拄咧讲敬虔、佮知识、佮宣教。我讲教会内底过去伫咧教会讲这灵恩派，这自由派，这福音派。其实咱什么派拢无完全。咱爱属伫主耶稣，所以我用一个英文趣味咧讲这个自由派就是讲诚济讲足快，讲 talking but doing nothing， 讲一堆就无啥做啥代志。这个福音派足爱研究圣经，研究圣经毋是好，干那 studying but doing nothing， 干伫研究研究无出版，这个。灵恩派圣灵充满，感觉，拢在追求这个感觉。feeling but doing nothing， 感觉嘛无路用，所以拢爱有啦，着爱真正有讲有分享咱会当有研究咱会当有这个领受有感动这拢是好的，但是爱去做过来，咱就是爱用信心来领受。牧师捌讲囝个，咱 to know 去知，甲你去 to receive 去接受，佫无啥共款。to trust， 你对上帝毋是干那知无路用，毋若佫接受，佫得爱信赖，佫信靠。这就是咱一个真正互主引出来的人。我想咱的生命就是安尼。咱会当诚做下伫主用的圣洁工人其实咱平常时就是爱有稳定的读经的生活。感谢主，咱即马后咧抄写圣经、读圣经研究圣经默想这个默想嘛是真要紧。默想就是讲咱有时中午读，咱会当背咱这个圣经就是伫咱的情境内面，咱会当读出这个圣经对咱要讲的话咱毋是干那靠知识，还有感动咱若佫有其他的经文互咱更加对照，更加丰富，佫会当甲用出来。我相信咱有一罐的上帝话，诚说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咱爱活泼的基督的生活。感谢主，咱教会有真侪推动这个复兴基督小组 RPG 还有早祷，咱有拜三基督的，咱有小组的基督。兄弟姊妹，这个基督的生活对咱的生命、灵命真要紧。咱有健康的家庭生活，夫妇有恩爱生活，亲子有亲密的生活，咱的亲人大家有一个真好的斗阵。咱
家庭内当做伙礼拜做伙服侍做伙读圣经，做伙祈祷这个时间，这就是真大的祝福。咱内就要有真正维新伫教会生活。教会，我讲西方的教会现在变博物馆，若大家拢无要来礼拜，教会就无人啊，大家拢无要参加小组，小组就无人大家拢无爱奉献，这个教会就无能维持。所以伫美国迄教会讲剩8人，迄8人拢老大人，都奉献的钱，连咧扫涂骹嘛无够钱，所以这间教会就要关门，要卖出去。所以兄弟姊妹，咱参与礼拜，参与小组，咱奉献，咱能服侍，咱的教会会兴旺，咱的教会就复兴，咱的教会就会真侪祝福伫这个所在。咱搁得爱有应跟上帝利益人的社会生活，咱甲厝边有好的关系，咱甲同事、甲咱朋友，咱毋是家己做人，咱嘛是爱甲厝边隔壁甲咱的同事有迄个基督的香味伫咱的身躯顶，咱做啥物代志，互人讲赞，甲你斗阵真正是赞，甲你斗阵做工真正赞，这就是安尼。感谢主，我伫牧师伫高雄遮服侍足侪牧者拢，大家拢足三听就对啦，阮本伫台北、台南的也嘛来，我来甲因讲，这个兄弟兄弟相爱汉山河，兄弟三听会顶动这个山河咱兄弟会当相听咱就有气力所以这就是咱基督徒的见证。好，最后结论，这个金星君我捌讲过我伫迄个会讲过，人才分3种3、2话就是讲都无代志就好啦，2、2话是讲万紧有代志，咱嘛是要赢过。但是1、2话人就是讲，咱虽然平静，毋过咱要来开创新局，这了不起这个伟大。但是咱的信仰嘛同款，咱会诚做什么款的工人？3、2话工人就讲，一方面也要世界，一方面要教会，当然足困难毋是讲咱就离开世界拢毋免创啥，其实基督徒爱去世界做工做样，咱目的拢同款，目的嘛是要应光上帝，目的嘛是要做见证，目的嘛是要互主的福音会当来传开。第2话工人就是讲，哇，甲伊热心但是热心那个像迄个即个法律堂经学书到尾了就变做好像你若无安尼袂使，你著要照我安尼，结果大家服侍甲伊服侍的人大家拢害头，安尼就无好。咱上好就是咱会当活出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诚做一个免见效的做工人，咱会当真正诚做下伫伊用的器具，诚做圣洁下伫主的路用。今日是咱教会要鼓励咱这细囝，望咱所有的兄弟，咱真正知影长老教会信仰的传统，咱应该着爱祝福咱的下一代，咱来关心咱的下一代，咱来欢喜会当为着这下一代，咱会当做好的模范，咱欢喜付出代价。我相信上帝的确若要祝福咱，要祝福咱的下一代，要祝福咱的世世代代。三甲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再去特别，阮透过你的话，免诚做一个主就是会当，互你看做是好处的，免见效的做工人。主阮是领受你的恩典，主阮应该着爱离开这卑贱的事，阮诚做圣洁。下伫你的路用，主阮也会当培养阮的下一代是诚对圣洁下伫你路用的，主你的器具，主祝福你的教会，互兄弟姊妹，无论是伫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伫职场的生活、社会生活，拢会当荣耀你。主阮多谢你，将阮
每一个家庭拢交托你，将阮的这细囝也会当交代伫你的手，愿你祝福。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384首，主讲：若要做我的学生，主讲：若要做我的学生，有你是价对我进前，甘心乐意，甲你十架，诚实谦卑的心来对，咱起立来吟全首。即咱永远徛起，咱要来代祷，请咱为着咱的细囝，为着咱下一代来祈祷，互因毋但伫学业，互因伫信仰，就是敬虔加知识，佮会当宣告，就是有行动来回应上帝爱伊完成的工，互咱会当做伫下里注应的做工人，咱来祈祷。嘛为着咱教会伫受难周甲过活节，无论是有各北区的联合圣餐，咱有逐工的祈祷会，有马文牧师的特会，咱有朝阳礼拜，咱有过活节，甲咱地下室工程完成的即个感恩礼拜，咱拢献上代祷。嘛，请咱为着咱的即个软弱的肢体祈祷，特别为着即个为人的长老娘林倩晶吼。伫即个营总吼，因为伊腹膜炎所以爱真长的治疗，咱为祈祷真无爽快吼。为着平衡兄兄弟迄个心导管了的恢复，为着美珠姊妹吼手术了细菌感染送到海总，咱为祈祷。其他软弱的肢体，咱三体祈祷，咱所关心的带到主的面前。咱有啥物祈祷，也主摆列。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个主日，毋
主啊，为着阮的后一代来祝福，主啊，感谢你纪念兄弟姊妹因欢喜，因因生日的奉献，诚侪祝福。到伫这个世境，互因嘛伫学业、伫信仰、伫品格、伫头面，拢会当做下伫主要器具。主啊，你属你的教会，所以阮伫这个受难酒过节前，无论是阮联合的聚会、阮纪念的活动，主啊，求你互阮拢会当用敬虔的心来甲主同行苦路，因为阮也甲主同死就要同过活，阮若有受苦，阮就免受；阮有失去家，阮就免受。所以说，求你施恩，主啊，阮也将阮的软弱的躯体交代你，求你以你的手骨、你的保护，伫张老娘、千金、伫丰盛兄弟、伫美珠姊妹、伫阮做这长辈身躯顶，愿你施恩，愿你看顾，愿你帮助。最后说，阮感谢你，互阮的教会诚做一个蒙福的教会。那阮的长辈蒙福，阮的下一代也是蒙福，互阮的下一代会当诚做敬虔下伫主路用的器具。主啊，透过兄这生日的奉献，诚做祝福来鼓励下一代。主啊，求你来祝福。主啊，阮也要为着教会伫受难酒过节。那阮有联合的聚会，阮有伫受难酒特别的活动，互阮甲主同行苦路，甲主同死同顶十字架，互阮甲主同过活。主啊，阮若有犯十字架来跟缀你，有十字架就免流。最后说，阮也要将软弱的肢体仰望你，愿你的保护来抓看，愿你大权的手骨。伫邓辉仁、张老娘、千金的姊妹的身躯顶，伫边锋生兄弟的身躯顶，伫美珠姊妹的身躯顶，伫阮做者长辈的身躯顶，愿你显明你的权能，阮的祈祷，愿你甘纳，愿你祝福，感谢祈祷，亏耶稣的名。阿妹，请坐，请祭司来收奉献。起立。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我的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的一切，感谢你赏赐万物，互阮正百姓。你互阮有欠缺得到补足，你互阮枵饿得到饱足，你互阮有困难的得到智慧。但愿用信心的奉献，向你来求你来接纳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咱祝福车恳，
401首。愿全能主上帝，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煞，赐平安，完全平安，艰辛勇敢拄万难，仰目仰目主的面，享受恩典永无尽。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咱来吟全首。咱恁通平安去，愿圣神帮助恁，会当做上帝看做好处，免见笑的做工人，诚做圣洁，下伫主的路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彼得，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